各位來賓，我相信大家今晚都係非常好開心。我呢就係謝國俊醫生，就係澳華公益金嘅主席。咁喺呢度呢，我非常衷心多謝澳洲華人餐飲業商會車石泰會長喺呢度今晚安排咗一個咁隆重同埋咁成功嘅慈善宴。除咗大家喺今晚呢都喺度享受到一啲咁出名同埋咁嘅美食之中呢，亦都可以做一啲善事。我哋澳華公益金呢成立喺1990，咁所以其實已經36年嘅時間㗎啦。咁我哋可以同大家擔保就係今晚大家所捐出嘅1分1毫，我哋會盡量一定全數用喺呢個慈善活動方面。我哋會支持一啲值得我哋支持嘅弱勢社團，同埋一啲有急需要幫助嘅人，無論佢患病、失業或者有任何家庭嘅困難，我哋都會支持佢。喺呢度再次衷心多謝大家喺呢度享受淨快樂嘅時間，我哋福有攸歸，多謝大家。OK， 大家聽住啊！我哋今日就特登為呢個活動咧，我設計嗰個新嘅口號。OK， 我叫餐飲，你哋話閩菜出口，好冇？我叫餐飲，你哋閩菜出口。1、2、3，餐飲。No， 係啦。1、2、3，餐飲。閩菜出口。餐飲。閩菜出口。餐飲。閩菜出口。喂喂喂！飲食。我想解釋一下你們心中的那個牌啊，它是2隻手，表示友好，還有廚師帽15年，都是我們為這次設計的。好，謝謝啊。好。下面邀請傑哥。有請傑哥。